来，今日节目是咱去当朋友，下次开始带来一首《水中月》。美梦变成水中月。成水中月，你捌讲过，你捌讲过，打拼为阮一个，为何伊白就毋捌搁相找？你梦变成水中月。相找，你梦变成水中月，敢是你有了心交杯，笑咱袂记所讲的话，摆回摆回，阮不断摆回，若是要来挽回。水中月。好，谢谢，感谢哇，这首歌曲哈，红自西，嘿，轻松的歌曲啦哈。来，谢谢线顶，谢谢观众朋友拢总上线吼。咱今仔徐爸爸、徐妈妈，无简单，这对吼，咱这个长辈哈，哇，即马骹手加足紧的吼，拢拼头一个拍扑啊哈。来，开心哥哥嘛是哦吼，咱的郑妈妈，谢谢尤大哥、尤大嫂、怡芳。感谢咱的青标大哥啊，文荣大哥、徐大姐哈，文川大哥，谢谢哈。来哟，感谢咱来自咱新北市的梁大哥，哦，恁的歌声方面拢有收到。翠珠姐啊，搁有哦，阮这吼隔壁啊，河米肉酥头家娘啊哈，哎，秋景阿嫂你好，谢谢你们，sensu哥哥、姚大哥，咱的秀颖大姐，庄丰奇大哥好，mỹ华姐姐，哦，顾姐哦，红英姐啊，苏梅姐，木火大哥，是贵清大哥，义明哥哥。哦，谢谢你满满的扑啊声哈，感谢，谢谢。哦，大家好，嗨，大家从这大
无安啊，我本身的是号做工人。我也是芳龄啦，吼！来，欢迎收看咱义达播歌声。啊，咱这个节目就是用着这歌声甲义达来陪伴咱观众朋友。啊，这歌中吼，有当时拢有迄种啊口白的对无？有故事，有感情。对。这个台语歌的时阵呢，有感情，也有故事，唱的是毋是叫咧旋律尔，更加是咱这个生活，伊像这个气味啦。有哦。每一首歌都敢若亲像呢，咱一个人生的这个摄影，的这个缩影，手对心肝底入去安尼。对啊。感动，还有一寡这个回忆。老师唱歌不除了讲好听以外，吼，谢谢，伊每一工拢会安排一段咧故事。互咱观众朋友生活当中吼有力量，所以讲有当时日子感觉讲足歹过对无？但是若有吼芳龄甲工人咧陪伴恁的时阵，你有感觉讲袂歹哦。有智慧，来大家做票啊！啊，今日呢要甲大家先分享一段话。这段话就是讲，这个路若好行吼，咱的脚就袂感觉忝啦。啊，若像这个心胸甲放互快的时阵呢？日子就较好过，较袂遐尼沉重。这句话意思就是讲吼，这路若咧平平啊，真平顺，你咧行路，我咧讲啦，就脚就较轻松啦。嘿啦，若爬行就无共款啦。但是咱人的心肝吼，如果你若感觉讲哦，咱心肝头不等咧绑掉咧，足侪代志的，安尼你日子要哪会好过？当然啦，甲咱人生共款啦吼。咱虽然有足侪困难的。啊，路无通讲啊，道拢啊真平真平真。无通讲每一段拢真顺。无啦，所以讲咱的心吼，毋好家己安拔掉，放较轻松的，放较轻松的是啦，有时阵吼，咱来像这个人事，如果来讲是急来讲的时阵，咱就要豆豆，slowly，就是豆豆啊来，心情自然就会放轻松。敢若亲像讲咱伫咧行这个速路共款啦。虽然是像这个关关家家啊，但是咱只要莫讲着急，伫要冲，慢慢啊行，咱就愈行脚就愈有力。这个心肺功能先甲调正常先，愈行就是会愈轻松啦。所以讲吼，做人啦，包括讲咱这时代吼，什么代志，咱都感觉做袂使到，就不要硬惊掉咧。对。迄心肝吼爱放较快，对啊，日子自然好过。是啊，对啦。敢若讲有时咱若去拄着一寡问题的时阵，咱就其实一寡问题是比想的较简单啦。但是这个问题就是一项，你若甲当作问题当中先就三项，佮加上讲咱要去处理这个问题先，就变成三项问题，就变成定定塔塔呢。你若感觉讲这款的做这也无犯法，对无？也无像这急事的危险，心甲静落来。对。甲分析一下，思考一下，了后的时阵，你豆豆去甲处理，这就简单啦。但是你心若急起来，心若急就做无代志啦。对啊。都咧空空锵锵，对无？无咧用头壳啊。是啊。迄个代志自然得你就会变复杂。对。会记哩哦，一寡代志的时阵啊，来当中的时阵，无论是人啦、事啦、人事嘛，咱就豆豆啊来甲做，豆豆啊想好。想好了后的时阵呢，咱的路才甲行出去，代志才甲进行。迄个路对开啦，心对稳安尼。所以讲今日要来送互咱大家即句话，就是讲，即个路好行，脚就袂忝。若心肝若放互快，头壳就清，日子的时就袂去过了遐尼重，遐尼歹过，安尼意思就对。对。希望咱大家呢，拢会当将就这个心胸啊放互快，轻松过日安尼，愈行咱的生活，咱的人生愈有力量。你讲好啊，唔好啊？好哦，好，谢谢。哇，来哦，你看嘛，今仔穿甲遮尔缤纷着，圣诞节到了。红配绿，狗臭屁，红配绿，大方又美丽。对诶，你拢要讲狗臭屁的代志哈？你看，这配合今天的节日哈，圣诞节。圣诞节其实即摆囡仔上喜意啦。圣诞节有礼物啊，有圣诞老公公哦，驾着雪橇，伊嘛毋知看嘛讲迄个迄面床头，迄个袜子内底有底礼物无？好啦，感谢
每个日子拢感谢咱观众朋友准时咧陪伴光临到芳邻哦，恁会记得哈，逐工日子拢爱过得轻轻松松啊哈。来，芙蓉姐好，剑嫂哥哥，咱的观众大哥，中立的陈太太哈，来进行一档破歌声头一阶段，咱准备来点歌喽。头一首是有气哇呼噜。雪は降るあなたは来ない雪は降る思い心に来第二首歌曲《含泪的微笑》。含着眼泪带着微笑，好梦已了，爱情远飘。第三首歌曲哦，《乌蝶帮》。心凉凉冰冰，你像雨破胸前，我困自己的坚定，亲像暗淡的路灯。来，这首歌曲是咱情歌对唱的哈，两个人唱的。第四首《苦恋歌》。明知是恋情艰苦，偏偏行入失恋路。来，第五首歌曲哦，《杯中影》。我无梦，我无梦。起来，心烧酒面带红，阮是啉酒心沉重。来，今仔上尾啊，这首哦，《七世情》。一世落雨暝，落啥物暝，夭寿有拢是你。七世的爱你等待，今日相逢时。来哦，以上有6首歌曲，跟咱观众朋友来做互动，咱准备来敲阮头前这线电话8326-317。8326-317。来，头一首是咱这个降雪，第二首含泪的微笑，第三首乌蝶帮，第四首苦恋歌，第五首杯中影，第六首七世情。以上来打电话咯，8326-317，8326-317。你梦变成水中月。哎，大哥好。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上线。哎，来哦，今仔想要听倒一首？咱的七岁前爱甲唱一个啦。安尼哦，好，我写开哦，嘿。你知哦？啊，我知哦，吼。好，你知得好。好，谢谢。来，尤大嫂。喂，奶奶，有诶，打那个水。哎，你好，够水噶咧，嘿啊，红水乌大班。你好啊，老师好。哎，我点5跟6。5跟6遐。哎。哦，我写开哈。好，谢谢阿嫂哦，哈，平安，谢谢。啊，你好，碧华姐姐。酷酷呢？嗨，阿姐。漂亮宝贝。谢谢。哦，今日先较15岁。安尼酷酷个。嗯。哦，你穿安真正哦，迄皮肤吼，我硬吧，超帅都没有办法。谢谢。超帅的。安尼哈。哎呀。哦，无大东啊。哎呀。
阮妹妹哦，漂亮宝贝，佮穿这绿色啊，两个都超漂亮。谢谢你啦。哎呀，我长袂富咧，袂富点过啊。对哦，我是讲长的手你也无太点。好，啊，今天要点。哎，你们我们两，我永远都爱你们两个。谢谢。好爱的。好，嘿。啊，今天要听到一首。我今天要爱第一首。好。还有第六是我的最爱的。好的，我下开哈。谢谢你们两个，周日常好。收掉，爱你们两个。好，拜拜。哎呦，手脚姐啊！哇，你们两个好卡哇伊哦。今天较高追啦。我要4跟5。4跟5哈。哦好哦，我下开哈。啊叫姐啊，哈平安哦嘿。拜拜。啊平安，谢谢。来了。哎呦，徐妈妈好。阿母啊，你好。我点第2首到第4首。安尼哦，好，我下开哈，好，今日拍破我第1名，高价哈，好，谢谢。来，坤庆哥哥。係。哎，坤庆哥哥好。有3加5哟。3加5。哦，我下开啊，谢谢哈，哦，平安哦嘿，谢谢。好。阿你好。两位好，蔡妈妈。哎呦，两位好，好，我点第5首，谢谢，圣诞节快乐，圣诞节快乐，谢谢。哎，你好，叶大姐好。哦，你好。好。哎，今天会听到一首。第2首。哦。含泪的微笑。好，没问题哦哈，谢谢我们的叶大姐，平安哦，嘿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好的。来，陈妈妈。哎，嘉玲，花玲。祝你圣诞节新年快乐！谢谢你呀，啊，你们爱快乐。新年快乐。那个为4季里那个可暖瓜。好的，没问题。好，拜拜。谢谢陈妈妈。祝你圣诞节新年快乐！谢谢。谢谢。拜拜。可爱，好，来，婚人姐啊，你好。婚人姐，你今天要听到一首。4加6。哦，我下开哈，谢谢婚人姐哦哈，好。啊你好，翠珠姐啊，芳玲，嗨，江老师好。哎呦，啊来佳佳，刘小姐，跳过哈，来佳佳好。红佩丽真美丽哦，真美丽哈，谢谢。今天听到一首，含泪的微笑。好。含泪的微笑。可软瓜。可软瓜，2跟4。背中也较好听。安尼哦，啊拢好啦，啊背中也较好听。好啦，好下盖过哈，好来背中也嘿，谢谢。来哟，翠珠姐啊。嗨，你好，圣诞节快乐。谢谢。啊，今天要听到一首。5跟6。5跟6哈，哦好哦，好我下。好，谢谢翠珠姐姐哦哈，好的。啊你好，徐大姐你好。哎，两位主持人好。嗨。哎，我要点第2号到6号。安尼哦，哦，下开哈。好，谢谢。平安，谢谢您。来祝完你没有，金兰兰姐。哟，美女，我今真水呢。哎，谢谢你啦哈，金兰姐。啊，今日是要听到一首。太水嘿啊！我要听第二首跟第3首。 2跟3。哦，2跟3哈，好的，谢谢你哦哈。拜托你了，谢谢，好，拜拜。好。啊，你好，明科哥哥。午安啊，午安啊。快乐哈，圣诞快乐。过生的迄种圣诞树。迄款咯。圣诞树呀。讲袂使。这敢若圣诞礼物咧。迄款咯。讲袂使。好来，啊，今日是要听倒一首。他们夫人，迄款咯。5、6啦，我来听5、6啦，两个好午安啦。啊，谢谢哈，甲说问好嘿。有啊，说问你看啊，阮昨昏伫个拍破103届拢无关的电话。奇怪，嘿，昨昏真正无调开，歹势吼。好的，好。哎呦，啊你好，文川哥哥。帅哥帅妹啊，你好。我第6首747。好。第6首。谢谢。啊，文川哥哥。喂，你好。 1356。哦，1356有，好，我下改哦。好。素梅姐你好。嗨，帅哥美女午安。嗨，今天要听到一首。我要听3跟6。3跟6。安尼哦，素梅姐好，来我下改哈。平安咯嘿，来，谢谢，拜拜。来，老师第6首先做安排哦嘿。来，
喂。表叔大哥。我听含泪的微笑。好，安尼我写开哈，来操守大哥。可能瓜。哦，好的，没问题哈。好，谢谢你，平安。来，今仔日呢，上侪人点到这首《七世情》。是。哦，这首《七世情》，剑山哥哥、尤大嫂、尤大哥、美华姐姐、酷酷姐、陈妈妈、婚莲姐啊、翠珠阿姐、许大姐、明华哥哥甲阿嫂哦。来，文川嫂啊吼，啊，搁咱素梅姐姐所点的。来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这首，帮你来唱这首《七世情》啊，谢谢。落雨好声气，遥想有拢一你，七世爱你等待，阴暗相逢时。咱有真情，咱有情义，怎会当作对？是情无够深，是爱无够真，袂当感动阮内心。七世的雨，直直伤心，直直伤阮心。何时何时何时情，梦顺我心。袂当感动阮内心，七世的雨，直直伤心，直直伤阮心。何时何时何时情，梦顺我心。何时何时情，梦顺我心。江家文小姐的七世情啊。好来哦，俺继续老师你先来安排一首的含泪的微笑，这首呢来我来安排一首啊国语的歌曲哈。谢谢我的秀峰姐姐，好，感谢坤信哥哥、蔡大姐、瓦平欧的哈，今天大哥、佩华大姐啊，廖兴哥哥你好哈，翠珠姐啊，你的婆婆声，南投来自咱南投的彭大姐好，
感谢咱来自嘉义中部这边的坤心哥哥、莫道许大姐哈，还有南港这边的丽华姐姐，谢谢蔡文姐啊，哦，宜兰的吼，好，金华姐啊，谢谢。天气真寒，大家爱穿好少。对。祝大家身体拢健康。还有咱河边肉酥头家娘哦，谢谢你的捧啊声哈。来哦，李大菊英姐姐你好，谢谢哦。文明哥哥，咱的严明虎严大哥哦，上山拍扑啊，这届真正有看到吼。婚恋姐啊，剑山哥哥，来徐妈妈好，进行第二首歌曲《含泪的微笑》。来，徐妈妈、叶大姐、许大姐，还有咱姐姐、金兰姐啊，雕秀大哥啊，恁所点的歌曲哦。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。含着眼泪，带着微笑，好梦已了，爱情烟飘，往事知多少，留下我徘徊在今宵。纵然是相思难了，我也要忘掉烦恼。我只有带着那含泪的微笑。着眼泪，带着微笑，好梦已了，爱情烟飘，往事知多少，留下我徘徊在今宵。纵然是相思难了，我也要忘掉烦恼。我只有带着那含泪的微笑。纵然是相思难了，我也要忘掉烦恼。我只有带着那含泪的微笑。含泪的微笑。好，谢谢，来哟，哇，明华哥哥，感谢吼，你个工人泡泡又看到哈，来6568，新朋友苏梅姐，谢谢哈，苏梅姐吼，咱真侪时段吼，伫咧拍泡的时阵，你敲入去节目专线，吼，其实恁拍泡专线，咱有0800717511，你甲两三声挂掉，安尼来线这边泡泡我拢总看会到，吼，你若敲去咱这个节目专线。可能阮小姐唔知影，会甲你接开哦。嘿，好来，谢谢我们的秀凤姐哈，感谢咱台北的江大哥，你陪我相当中收到。来，两首歌曲了后，咱来进行着咱第二阶段，就是甲咱观众朋友来准备做互动咯。听好歌，嗨，有歌名，对，好礼送互你，送互恁心肝底哈，送个暖暖的哈，暖暖的哈，来石墨烯的保暖衣，送温暖，送温暖哈。
来，咱石墨烯的迄个保暖衣呢，来淡薄线骹倒接者，吼，咱观众朋友，来，咱这组石墨烯的保暖衣吼，真正是唔免插电的哈，啊，伊个啊袂产生静电，真侪时段咱若寒人的时阵，拢会穿个碰洗衫，碰洗衫上啊安怎去电着？好，你看静电，你看看你暗时穿到，咱暗时要洗身躯的时阵吼，老师吼，咱若暗时啊。准备要洗身躯的时候，哦，安尼烫海液，你有头就啪啪叫吼，迄都是静电啦。啊，这静电呢真正力，迄有当时咱开车门的时阵，你就家己去互家己电着。啊，甲人嘿，啊，甲工人烧瓦的时阵，啪者安尼吼，真正会互你烧的时阵无担经过，会互当甲你消除你的静电，而且呢，会刀会好看吼，啊，伊做美智能的哈。一届我送2领，互咱观众朋友哦吼，来哦，准备。听歌要歌名。今晚并无啥代志，我的心高头无明火，乃一直烧起来哩。虽然全工来到这个繁华的夜都市，时候也已经半暝3更，夜总会一张灯，迄个沉重的音乐声，而且。所谓一切顶啊，为何我接到这个情景，煞来加添着我满腹的忧愁和失望？到底是怎样啦？总有目前，想起每心无影，也总会暗淡的痴暗甘比音乐下定情。音乐乱梦的夜都市，来这歌半暝3更。这首歌曲唱甲过会加扫，唱甲过会寒，家己本身的时阵就无过会错咧。这个歌曲叫啥物名？来，咱观众朋友来甲听看卖啊咧。歌罔看啦，但是吼，我带恁来找这个吼淡水这个海边啊，来赏这个东风，头壳较清澈。哦，来，我即摆继续的时阵呢。要过来甲安排第2首歌曲《尖牙文小姐》吼，这个啦，五木日本的这个红歌星真受到欢迎这个红歌星所唱红的一段歌，来，我这边很主持来甲诠释这段歌曲。用我目睭看，我的心有你的影，免来用耳听，我的心有你的声，那种爱别我要算啥。安怎？
来，无人比你搁较好，你敢知影？若问我怀念啥，无缘迄个人啊。若问我怨叹车，无当到老，感情像伊早。水的雨，压淡心肝，亲像烟草，思念的歌。免来用耳听，我的心为你好声。若问我怀念啥，无缘迄个人啊。若问我怨叹啥，袂当到老，感情像伊早。水的雨。压淡心肝，亲像烟草，思念的歌。不免来用耳听，我的心为你好声，我的心为你好声。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名？4个字，甲淡水的雨系有关系。来，我这摆主持依照这个惯例，来个演奏一段做这个热门的音乐了后呢，要来甲公布这个答案。
速速要来甲公布答案。好来哈，什么歌？头一首。繁忙的夜都市，半暝三更，夜都市的半暝三更。好来，啊，第二首咧。免来用我目睭看，我的心有你的淡水的雨，淡水的雨吼。好来，安尼拢总是2首歌曲哦，吼，甲咱观众们来做互动吼，今日遮侪人会拢约着呢。你第一首迄根本就拢总歌词内底就有啊，吼。好，先来收开哈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哦，吼。来，来，互老师来安排第3首歌曲了后，咱芳玲哦，甲阮上水的吼，阮的专业的，我拢讲吼，伊配题吼，专业的达人吼，真正是伊对着讲一寡生活当中吼，你食也好，用也好，伊真正是足厉害。人水以外，佫有智慧。对啊，系啊，今仔吼，甲系啊，甲芳玲吼，要甲咱观众朋友来推荐上介好的产品，互您了嘿，谢谢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咱今仔再次邀请咱的配题顾问到现场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佩提。佩蒂，顶一抓，你来甲咱观众朋友推荐咱这个盛好优了后，咱真侪时段吼，咱当时哦，都甲要转去食呢，吼，食甲大家欢头喜面啦。尤其是咱住伫吼，咱这个高雄啊，徐爸爸讲吼，伊干迄个泡泡鸟，泡泡鸟，我咧讲吼，伊困了偌久啊，大概有差不多7天的时间啦。讲放任啊。3天尔就开始改变啊呢，伊即马差不多我咧讲2个月完全都 OK 了。来，我先讲一个哦，其实非常很厉害咧，不是讲咱台湾吼，敢若有台湾人来甲咱买这个商品尔。其实讲吼，因为阮这个盛好药内底的菌吼，一发表了，其实外口足侪外国的朋友有腰子的问题的人，其实拢来台湾咱买这个配方就对啊。对。因为你知影，全世界哦。毋是讲咱台湾有腰子会洗腰子的尔咧，其实全世界有啊，全世界拢有啊。可是因为咱台湾的比例上悬，吼，咱目前啦，就是吼，台湾咧洗腰子人有10万人，吼，隐性的啦，就是讲毋知影家己有腰子有问题的人啦，不知道，吼，200几万人，200几万人是安那咧？比如讲开始有泡泡尿，像你讲的，对，吼，有泡泡尿，会安尼行整整迄种的，水肿的，对，较忝的啦，吼。无就是讲哦，腰子遮即2个，腰后壁遮定定会酸起，会酸软的。再来就是你食物件吼，有一寡迄落金属味啦。哦，其实你拢爱去注意你有铁啊味。对，其实所以你拢爱去注意你的腰子问题，这个算隐性的。而且腰子功能若无好吼，咱在时代定定讲，哎呦，我骹尾手尾冷叽叽这样。对，而且你也知哦，比如讲吼，腰子就是咱身体滤水器共款。你的饮水机的滤水器污你会使换。对，腰子嘛是，其实嘛是咧过滤咱身体一寡垃圾物件。个腰子也是垃圾，是无法度换。所以人讲吼，你腰子若顾无好，其实真诶，你就是洗腰子尔。你若顾无好，你就过滤袂清气，过滤袂清气就这条咧，这条就是毒素。若搁较严重的时阵，就是爱去洗，甲毒素洗掉无就是换腰子尔。对啊，就是安尼尔嘛吼。你也知腰子是无药医的。你讲你糖尿病吼、三高、高血压，你其实会使食药啊。是，干那腰子一洗落是没有回头路。没有回头路。阮这个物件呢，想到讲吼，我们研发了10年的时间，因为你爱知哦，伊是用体内，伊去发现讲吼，一寡洗腰子的人，伊其实体内肠仔内底是减几种菌的。是。然后咱的生物学家就是讲吼，我是去花了10年的时间，一直去研究说，可以发现讲吼，到底是少了哪几种菌？咱个补充了了咧，迄叫做长胜组合原理。补充了了咧，互你的肠道会使恢复好，然后减少我们的坏菌去攻击咱的腰子就对了。是哦，所以讲咱观众朋友上一次推荐了后，真侪时段，我咧讲一窝蜂讲，哇，芳玲啊！
恁这个算好油真正是有够厉害啦，大家食甲足欢喜哈。谢谢。那我们今天要怎么卖？来，阮伫外口吼，一盒内底是60粒，是。然后呢，你一工只要食2粒就好啊，2颗就好了。空腹前吼，还袂食物件之前，你食2粒。是。外口2盒就是3600嘛，3600，嘿，2盒。2盒3600。今仔日是直接个送一盒互大家。再加嘛？再加1盒。再加1盒哈。再加1盒。来啦，人客拢食甲遐好着吼，咱爱甲咱观众朋友吼，搁甲搬烂者啦，互咱观众朋友搁较欢喜者吼，因为我跟你讲。观众朋友啊，你不要认为说啊，你今嘛有症状才在吃哦，没有症状的人，像佩蒂拄才在讲来讲，或者隐性的，包括讲我，还是讲佩蒂，我们都需要来做保养的哦。所以讲恁今仔日吼来啦，电话若卡通的时阵，佩蒂，咱搁给他送一罐，这盒算你的。哦，要紧，我再甲头家讲，来。今仔日吼，观众朋友啊，2盒就是要3600，恁外口恁若看到的时阵，你就知影说，哇，真的，它单1盒一定要1800哈。对。今天是2盒，3600块，再加嘛，买2盒，搁加送你2盒，所以讲你摕回的时阵，都会当我咧讲，食咧差不多4个月时间。然后我先甲大家讲一个吼，食嘛足简单的，就是讲你还袂食物件之前，你先食2粒。空腹。嘿，空腹。啊，你也是讲吼，平常时保养就食2粒啦。啊，你也是讲你一定开始有状况。哦，你刚刚说的那些症状啊。哦。那个是早晚各2颗。各2颗，各2颗。一工食4粒就会使啊。对。啊，跟我必须跟大家讲吼，为啥呢？哈，你久无来，因为我讲过啊，一发表之后，其实外国的订单。足侪拢来甲阮真的，我们一直在追不到货了。所以这嘛是算是台湾之光啦，吼，因为想到台湾人，我那个是讲咱有这个技术去研发，因为台湾的比例洗肾的人口是全世界第1，我们才会投入这个心血去研发这个商品，对啊。是啊，所以讲观众朋友啊，来电话今麦赶紧卡哈。0800英文81 0800815188哦，30周年，每30组，每次都是做那种少组，不是，来，我给观众朋友你电话赶紧卡哈，0800英文81 0800815181，无论你今麦是已经有症状啊，还是说像方玲一样啊，都感觉讲说安尼人有当时较会忝命，你都必须来做保养。而且我跟你讲哦，观众朋友啊，这个不是现在哈。很多国外的订单，我跟你讲，拢总厉害啊！他真的找不到原物料给我们了啦。所以讲观众朋友，我们这一档期哈，搁邀请佩蒂来的时阵，电话赶紧卡哈。今天特别赶快后的哦吼，买2盒再加码，搁加送你2盒，3600块哈。来0800英文81 0800815181哦，电话赶紧卡。好，谢谢，感谢，这是专利4合1的咱的吼益生菌哈，真正是足厉害哈。如果观众朋友，你也像阮徐爸爸安尼，吼，啊，都放流落去，规个拢破这啊。你我咧讲3工就开豆，你感觉你家己看有的啦，吼，你感觉足欢喜的哈。而且呢，咱即马是用上介优惠的价格，予咱的国人，因这项。你话咱肾好优，就是针对咱台湾人，这台湾人设计出来物件吼，咱发表伫国际来讲，当然伊是上适合咱台湾人的体质啦吼。你都吼放尿感觉会泡尿，会高尿，甚至吼放尿有困难的这，甚至咱观众朋友身体吼会水肿的，定定足够疲劳的，人感觉足虚的，吼定定头壳戆的。你讲有点不明原因无去闪着、弄着、靠着哦。但是这因为背部这个地方很酸啊，很不舒服的这拢总是安怎？哦，这拢总是这个功能这2粒功能有问题啊哈。甚至你会定定讲安尼皮肤过敏啊，这痒遐痒，哇药咧食，药膏伫咧抹了无啥差这个呢。来，肾好药上介好哈。有一点一定要甲恁提醒，你感觉讲无张无当？你咧呼吸的时阵，呼吸的时阵，咱拢有迄种灯光啊味，哦，你就要注意你这2粒，有机功能的问题啊，定定咧一切安尼冰白啊这啦，这拢总是来，所以讲观众朋友，今仔日咯，我们的组合上介厉害的组合啊哈，你外口伫咧买的时阵，因为这已经观众朋友你有看到对无？一盒。伫药房3000几块啦，咱今仔日互你的组合哦，你看嘛，买2盒，甲你收3600块。今仔日电话卡通的时阵，我们再加码，搁加2盒，
两盒的时阵，按遮偌济，甲共款3600块。咱3600块，观众朋友，咱这内底拢总是60粒装的，60粒装的，所以咱一届呢都是1个月份，你一天吃2颗就可以了哈，2颗就可以了哈。来，0800815800815181哈，多国专利的，多国专利的哈，真济咱时代拢知讲台湾人啊，洗腎啊，我咧讲哦。真正是9万几个呢，吼！这老师啊，拢真清楚。咱这吼，动不动，吼，就爱去洗肾啊。你即马平常时啊，你也家己来做保养，啊，都一天甲食2粒就好，吼。你若一天甲食2粒，我保证哈，你唔免烦恼，吼，你唔免去洗药剂的哈。来，0800815800815181哦，吼。来，即马电话互咱观众朋友来卡哈。咱这吼，唔是干那专利尔，伫国外期刊发表拢已经发表过啊。所以讲，这项你若是吼药剂功能无好的，吼，你要甲安怎？甲伊食互安怎吼？豆数理变水开，数理变水开哈，你就来食这种就对哈。60粒装的，60粒装的哦吼，1个月份的哦。你今仔买2盒，邮台价小就是3600块。啊，若甲咱买2盒，等于你打电话卡通的时阵，我们就买2盒。再加送2盒哈，来0800815800815181电话，互咱观众朋友来卡哈。迄有的时代讲，像讲咱住伫何必咱的陈大姐，伊讲芳玲啊，我本地定吼，拢总这2边吼，拢安尼无张无当都安尼算咧。伊安尼一天甲食2粒尔，安尼差不多2礼拜尔，讲袂阁艰苦啦，袂阁再算啊咧，真正是足有效的啦吼。喂，来吼，月梅姐。好来，老师来感谢吼，0800815881，互小姐落食，好啊，我来安排一首歌曲讲，嘿，啊，我电话是无转入来哟，是不是没有转进来？好，好来，好来，安尼较紧的，我来倒接电话啊，吼，来，老师安排一首歌曲，互芳玲来线卡倒接电话，吼，要找到芳玲的电话继续卡，谢谢。圣诞佳节快乐，哦，应景的啦，都反正的音乐啊变变的，所以讲吼，来个造一个气氛的吼。来，我这边总是咱的观众朋友，伊本身的时阵呢，所点唱的一块就这个杯中影，来，我来讲，谢谢，感谢。唱这块歌曲，这块歌曲本地是爱谢芳玲唱。查甫囡仔是为着爱情吼，有当时啊当中的时候，安尼失控，少该唱的。查甫嘛会呢，吼，查某囡仔伫咧唱的时阵较悲情，查甫伫咧唱的时阵嘛未输啦吼，来。我无梦，我。啉烧酒，面带红，阮是啉酒心沉重，杯中浮出你一人，敢是酒醉茶迷梦？啉一杯啉一杯，我也无梦。一杯饮一杯，我也无梦。明知
在一切无希望，戆戆为你在流浪，烧酒愈饮心愈烦，敢讲你爱是别人？烧酒愈有啉，我心愈烦。欢喜来饮烧酒，面带红。酒，阮是啉酒心沉重，杯中付出你一人。敢是酒醉地眠梦？饮一杯，饮一杯，我无梦；饮一杯，饮一杯，我无梦。现在一切无希望，戆戆为你在流浪。烧酒愈饮心愈烦，敢讲你爱是别人？杯中影。谢，来，我即马呢，我拄则惊一条，老师，我想讲，今仔做哪会拢无电话，结果电话拢无转入来，无转入来现场吼。好，感谢咱拄则和大哥、月梅姐、福德大哥、青庄大哥、春木大哥、咱淑兰姐哈、苏先生哈，感谢啊个老师遐有接的，向刷卡接的。来，我即马先来约出条今仔日。来，好，邱国俊大哥、国俊大哥，恭喜你哦，曲国俊哦哈，来哇，3块2秒嘿，好，谢谢。啊来啦，感谢哈，来，谢谢，今仔是圣诞节，伫遮祝福大家哈。啊，人讲啊，圣诞节是基督教吼足重要的日子吼。即摆拢统一啦。哎呀，啊，所以讲今仔日呢吼，我咧讲吼。基督教啦吼，啥物就这做吼算门教的啦，像我这润饼教的吼，系啊，我这吼做三教基讲信的。讲到遮吼，其实老师正确，人咧讲正确的啦，人今仔是圣诞节吼是用来人来纪念咱的基督教吼，基督徒吼啊，伊的圣。这今仔是伊的圣诞，吼啊，所以讲这是为是一个宗教啦。但是吼，即摆全世界拢流行啊，包括幼稚园、国小，你看嘛，伊拢咧庆祝圣诞节，对无？啊，所以讲吼，你讲我即摆出去的时阵，拢有啦，圣诞树啦，吼啊，彩灯啦，吼，包括讲像今仔芳龄青的这颜色啊，就是很缤纷哈。啊来，啊祝福大家啦吼，你若是基督教徒的话吼，祝福恁哦，嘿，圣诞快乐，圣诞快乐哈，好。刷卡继续给您做服务好啊！大家拄只电话拢总入来哈，谢谢你们哦，祝您健康快乐。明知是恋情艰苦，偏偏行入是恋路。明知烧酒袂解愁，偏偏饮酒来添愁。看人相亲甲相爱。渐渐相情流目屎，啥人会知阮心内只可对花诉悲哀。
在路行进。